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风之声传媒访谈，再继续聊这个加拿大的地质矿业。对，这个怎么越聊，我发现越多哈。对，这是越挖这东西里越神秘，完了越多。其实因为什么呀？其实因为确实是银鹤博士是加拿大地球的科学家。所以呢，在这上工作这么多年，知道的太多了。要啊！主要是这个地质的涉及的领域太广了，这个领域太广了。对，加拿大本身又是地又大，对啊，真是地大物博，地大物博，中国当不上了。对，资源那个没有我们物博了，对，消耗殆尽了。所以呢，可聊的东西呢，就是太多。实际上就是说，对于我们这种外行和这个相当于这个观众来讲吧，未知的东西啊，感兴趣的东西也太多了。对，所以呢，咱们呢算是科普吧。对吧？对，算是科普吧，这样也好。这样将来，刚才我们还说呢，私下说，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呢，有感兴趣的孩子，我们组织几个孩子一块儿。对，孩子更需要科普。对，找一些公园什么的。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呢，我们知道它呢。不仅仅说我们是作为一个知识哈，或者你比如叫书本知识，不仅仅是这个，它实际上对我们的这种生活，是很有必要的，还有息息相关的，对，而且呢，对于我们有些活动也是有指导意义的，对，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经常爱这个旅游嘛，对吧？好奇嘛，旅游现在，那么你要是知道这么些知识呢，对这个呢是很有益处的，也是应该说有时候很有必要的，确实很有必要。包括上次那个一个家长问我，因为他是带着孩子出去玩，是在大温那个地方忘了，那个一个悬崖底下。悬崖有水吗？有小瀑布吗？对。但离那个瀑布很远，大概有50米，有很多小圆的那个一个一个的洞穴。当然家长都很有心，可能孩子问这个家长，这个洞穴怎么形成的？然后他就问我，因为他不是学地质的嘛，刘德那个，飞兵，然后我给他解释，我说这个溯源侵蚀造成的。什么叫溯源侵蚀呢？这个是个悬崖吧？你现在看是在这儿吧？它实际上原来是在这儿呢。因为这个水啊，瀑布不停的形成，往下冲击，岩石逐渐垮塌嘛。这叫溯源侵蚀，就是逐渐后退了。你说是溯源，就是缩回来那个是吧？追溯的溯。溯源，因为那个前面塌了嘛，所以它只能往那个水源方向走。溯源。对，追寻溯源。对，它在那个垮塌之前，在原始的位置，那个瀑布往下走的时候，那水不停的滴，水滴石穿嘛，形成很多那个圆的洞穴。所以这就提到，我就刚才有个提议，就说我们改变形式，将来找几个孩子，找到这样的公园，对，孩子们讲怎么形成的，这还是地质知识，溯源侵蚀也是地质知识，这样的。就说它有的地方是水滴石穿，完了以后呢，能够后退，那边等于是砸出一个坑来，对吧？对。但是呢。在那个山洞里边，它有很多什么矿物质，最后能砸出一钟乳来。对，就是慢慢形成，是吧？对，它砸的这个石笋，别砸出一石笋来。对，也有石钟乳。石钟乳上面是那个那叫钟乳，含碳酸盐的水。碳酸盐沉积。对，逐渐沉积。实际上最开始连在一块儿，也有可能连在一块儿的。上面挂那个钟，下面那个石笋连在一块儿，连在一起了，能石柱。你这水呢是干干净净的水，对，没有矿物质，结果呢给砸出一坑来。对。击出一坑来，石洞，就这么形成的。对，这都是地质上的知识。那完了以后走，可能走出一个沟来。对，它后来就逐渐垮塌。它是那个瀑布逐渐往后退的，退到那个水的来源的地方了，所以叫溯源。追溯这个水的源。对那水的源，这不是还是河吗？就是。对，源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是经过几万年之后，那个瀑布是逐渐后退，一直退到那个水的源头了，这样的，因为它没办法，因为都垮塌了。
就那个尼亚加拉大瀑布也是这样的，也存在这个问题，也是一点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对，它是那个是在加拿大境内是吧？最后退到加拿大境内去了，彻底成加拿大了，与美国没关系了。它最后不，是在美国那边的，那个水源在美国那边。我的意思说，几万年之后啊，它完全退到加拿大境了。不，退到美国去。原来在美国是吧？啊，原来在美国。那我搞错了，那应该只有退到美国境内了，与加拿大没关系了，加拿大看不着了。不是。对，以后加拿大越看越远。对呀，现在是啊，正好基本在国界边上。完了以后呢，加拿大这边正好看那瀑布那帘儿。在美国那边，我两边都去过两边都去过。这上头没去过，从美国旅游去过。这边上那个瀑布，加拿大这边也去过。它中间有个桥嘛，那能过哪个海关？对。完了以后呢？加拿大这边是景观是最好，但是水是人家美国来的，所以呢，人家美国很生气，你知道吧？他呢怎么办呢？他生气以后吧，他说我看不见不是吗？他要看，他是越国境来看，他怎么办？他从这儿啊，他伸出一桥来，他伸出一个桥来以后，他反着看，就能看那么一点儿。美国不用生气了，9万年之后全是在加拿大境，在美国境内。对，溯源侵蚀嘛。现在还有一个办法，他弄一个旅游嘛，就是弄一个船下去，在船在底下看，这个是美国旅游客也可以，加拿大游客也可以去，捡了一身水，带着雨衣。他那个国界好像就在那条河的中间以后的溯源侵到美国去了。对，肯定是很远了，9万年之后了。我们在那上看那冰凌啊，哎呦，那个冰正好碎的时候，哗，哎呦，那个壮观。冰瀑吗？啊，冰瀑啊，一大块冰，完了往下去。我们去过2回，哎，去过第2回去的时候是从美国那边看的。对，9万年都传承美国的了。加拿大人得开着车先到美国去，然后再去看那个什么了。哎，刚才咱们还是说刚才你说那个湖是2种成因嘛，2种成因那个，还有那个冰石的火山那个冰斗，对。现在你看就包括在路易斯湖啊，看那些湖，那些石头，能看着一层一层，就像敲了的，敲着那叫就是沉积岩。那个湖是，你说是那个冰石的湖，对，冰石的。要是火山的湖会看不见那一层一层的那个层面，那基本上看不见，而且呢，火山湖它基本形状是圆的，或者近乎圆椭圆的，不一样。你看那个路易斯湖，它产出来的是那个近乎那个4边形的嘛就是它当然有点扭曲，但还是4边形的，是个曲边，不是直边。那是典型的冰石地貌。实际上路易斯湖最开始不能叫路易斯湖，它叫那个祖母绿湖。它是根据水的颜色发绿嘛？叫像祖母绿，那湖并不大，其实也并不大。不是 Louis Lake， 先叫 Emerald Lake。Emerald 本身就是祖母绿宝石。这样的。那个像那个哪儿那个夏威夷那个我们去过吗？它那个就是整个就相当于是你说那个高岭土似的那种岩，白鹅土那岩，它等于是相当于好像给喷了一层似的，是吧？对都像喷了一层似的，就像这个山完了用那高岭土啪一喷成一个色儿的。对，火山喷发呢，有时候它喷的东西不一样，看不见岩石。对，有时候喷硫磺有时候喷那个粘土的包括高岭土，我们传统的叫白垩土。就是困难时期，刚才讲，就是老百姓没有吃，实在没吃的了，树皮树叶全吃光了，就吃那个白垩土。对，那个土因为什么很细，对，它那个它能做陶瓷似的，那个东西就是不硌牙。对。不硌牙，能咽下去，能咽下去。对，是因为这个。好，那咱们现在说的这边那个北边这个湖泊了哈，北边这个湖泊，我刚才说是北边那个山呐，湖泊里边那些不是有山有湖泊吗？对，那边山大概有多高啊？那边山的高度也得有1600、1700吧。那边山低点儿，因为为什么低呢？因为那是老岩石了，老岩石被剥蚀过了。也是被剥蚀过了。对，虽然它表面有个冰帽、冰川盖着，显得高了，实际上纯岩石的山没那么高。戴了帽以后显得高。对，显得高了，冰川嘛，
对，冰川在上面的。在那边不就应该到那个什么了吗？南极，往南极那边去了吗？北极了，北极了吗？北极那边了吗？格陵兰岛什么的，知道吧？对，那边山也不高了啊，这冰显得高了。那常年冰川多嘛？对，那边的我从那边地貌上看吧，它实际上也是往那个北极那边去的时候，渐走好像是也是渐低的，是吧？对，应该是越来越低的啊，也是渐低。冰川要抛出啊，不，就是从带着冰川好像也是看着也是渐低的，这样的剥蚀了嘛？对，对。而且有那，然后就是那个，然后就是海了，今天天气多好啊！对呀，明天就差一些了，70%的降雨概率。哎，现在那个你那边那种地貌，叫什么地貌啊？它实际上还是那个冰川地貌嘛。哦，那叫冰川地貌。对，你比如说，我就旅游，咱们就爱去的什么叫喀斯特地貌之类的，就是古奇山了一个古奇山类的。我们这儿没有喀斯特，我们这儿灰岩很少，石灰岩很少。哦，喀斯特地貌是因为石灰岩，石灰岩容易剥蚀嘛，容易那个被水啊，那个什么水帘洞啊，什么地下那个变那个溶洞啊，只有那个灰岩地才能形成，只有在灰岩地区。哦，水能够剥蚀的那个。对呀，我们那个加拿大那个石灰岩比较少的，你看溶洞这那个什么地方有啊？那个卡尔加里是有的，阿尔伯塔省是有的，但是我们其他省很少。大吗？它那溶洞？对，它只能在那个沉积岩那边的具体的石灰岩里边。哦，石灰岩吗？那至于那个火山岩、就是碳酸钙嘛，是吧？对，火成岩和变质岩是没有的。哦。哎，它这个我一直那个往北边啊，现在你看咱们从温哥华这儿往玉空啊，往北边，往北温西温的开始就上山了嘛。对，那是吧？沿岸山脉，沿岸山脉一直就往北全是山脉了。对 ，Coast Mountain。哎，它一点平地都没有。对吧？你看这个西边呢，东边呢，你看一直到后边嘛，还有点平地儿。对，少多了，少多了。那就是一直要是往北，它这个地质，你说地貌，它和往东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是这样的，往北边去的话呢，那还是古生代的老岩石，也是老岩石，古生代的。古生代呢，所谓古生代应该是在几十亿，60亿年没有几十亿，60亿年到那个15亿年之间吧，这样的。还是古生代的岩石，但是往东的话更老了。就刚才我们讲过，是加拿大最老的岩石在那边，在东部呢。安大略、魁北克这2个省，它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。为什么呢？老的变质岩有一种岩石叫绿岩带，叫 greenstone belt， 绿岩带，绿色。它不是绿色，是因为不是像这么绿啊。它因为里面有几种矿，绿莲石、绿泥石。什么材料里是？什么化学成分？它是硅酸盐。哦，硅酸盐的，因为含那个绿泥石和绿莲石，所以岩石看着像绿的。但这里边呢，含有丰富的金矿，叫绿岩型金矿，规模非常大的。所以大型的金矿在绿岩带呢，比方说在安大略和那个魁北克比较多，因为它有绿岩带，都是18亿年到40亿年这么老的。你是在表面还是在地底？东边。是在表面还是在地底啊？有的是直接出陆地吧，所以叫地盾。它像盾一样，它地形不是山，不是那么高的山，它是这样，像盾牌，知道吧？shell 的，叫 shell 的地盾。就这里边的金矿的规模是最大的，单个的金矿是最大的，这样的，所以叫绿岩型那个地貌，地盾。你说它那金矿大，是因为储量多，但是金的含，就像你原来说的一个比例含量什么那个品位高吗？品位当然高了。那绿岩型金矿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矿，不单是加拿大、南非，包括那澳大利亚，全是这类金矿。那加拿大这个黄金储存量很大呀？是这样的，加拿大金矿主要在安大略和那个大规模的和魁北克。你说的金矿，又说到你这个，你这个在这儿的老本行去了，回咱们得好好聊聊啊。这期时间又到了，好，咱们下集接着聊。